这个新闻来关心手机的消息，依照上新的资料，美国手机大厂苹果已经超过三星，变成全世界智慧型手机制造商的龙头，结束三星12年霸主的地位。同时呢，引起大家关心的是，人工智慧为去年开始呢，扫过各界，这个 AI 这个风潮嘛，吹入这个手机界。三星今日正式发表头一款的 AI 手机除了升级镜头的规格，嘛透过 AI 技术有款语音的反应。就是要甲这苹果的手机拼。生成式 AI 席卷各界，现在这股旋风也吹进手机界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。比如，我想知道身旁这款滑鼠的详细资讯，只要按下搜寻键，画个圈，就算没有接上网络，它也能马上告诉我相关资讯。这个功能或者搜寻款，无论是手机内底相簿、社群或者是网页。只要有图，就会当马上找到。修改相片嘛，当靠 AI 智慧。三星发布第一款的 AI 手机相对焦点就是这。Algunos lugares famosos en Taiwán. About a week, I want to travel to some famous places in Taiwan. 和外国人开讲，唔免网络，就会当随翻译。目前支援英语、西班牙语、日语也有德语等等13种语言。先讲中文，敢若简体字，也唔过未来卖有繁体字。认为可以在现在的市场里带来至少30% 的正成长。是讲全球消费电子需求降低，加上面对着单机机型的竞争压力。三星自2023年手机的出货量降14%，竞争对手苹果颠倒是成长3%，市占率突破2成，抢走三星12年以来霸主地位。市场认为，三星首先推出 AI 的手机也是想要改变局势。那这是当然是有机会的。那更多其实是包含是非屏阵营手机，其实更多是一些新的创意，例如折叠机，例如相机的相机功能、硬体、软体的堆叠都是啦。那这个部分还是要看，我觉得还是看最后大家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功能。研究调查机构 Counterpoint 估计，今年 AI 手机的出货量将会超过1亿台。不过，这新的功能，消费者更要接受，最后也是爱看民众的需求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